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邀请我们每一个人看看左右两边的人，看看他今天的穿着多么的帅气，多么的美丽。好吧，我们跟旁边的人跟他讲说，今天非常开心看到你。今天非常开心看到你。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再一次聚集在教会当中，回到我们这一个充满温暖的家，让我们能够一起再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舞蹈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深信今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我们都要大大领受上帝的祝福与恩典。 Amen 吗？ Amen。 Amen。 我邀请每一个人，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高举我们的双手，我们用一些时间，让我们来祷告，我们邀请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来充满我们，来触摸我们。哈利路亚！主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这里。主圣灵，我们渴慕被你来充满。主圣灵，我们邀请你在这里与我们一同敬拜。主，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就是要来荣耀你的名，我们就是要来赞美你，来领受你的祝福，并且大声的对你说：主，我们爱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晨，我们就用歌声来赞美你，为今天我们的一开始。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哈利路亚。在今天一开始，我们用使徒信经再一次的来告白我们对上帝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吧，我们找到3个弟兄姐妹，对他说：欢迎你跟我一起喜乐来赞美神。欢迎你跟我一起喜乐来赞美神。欢迎你跟我一起喜乐来赞美神。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着上帝，并且让我们的赞美能够冲破天际。 Amen 吗？ Amen。 愿赞美充满每个家，愿喜乐充满我心，愿万物都遵从耶稣。
们赞美的神 ，Amen 吗 Amen 转向你旁边，跟他说：“你跳舞非常好看。”你跳舞非常好看。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永光教会是一个跳舞的教会，Amen 吗 Amen 国度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名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名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远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
君王 ，Amen 吗 ？Amen。跟你旁边人说，你的赞美上帝非常的喜悦，你的赞美上帝非常的喜悦。感谢神，我们知道圣灵就在我们当中 ，Amen 吗 ？Amen。好吧，就让我们今天，我们再次张开我们的双手，敞开我们的心，让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充满我们的心，来对我们说话。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是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好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是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
RPG， 好不好？就让我们今天特别的来为我们幸福小组还有我们的圣诞手作来代求，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活动不是只有活动，而是我们要将信仰带进给新朋友能够认识，并且透过耶稣基督的爱，让他们感受到温暖，他们的生命就要经历更新与改变。 Amen， 好不好？我们就两个现在一起，我们一起来 RPG。们的神。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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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我们用你最甜美的微笑向你旁边人说，请坐。
此时，我们齐声来攻读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记载在圣经新约罗马书第8章35到39节。我们齐声来攻读，请。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另一处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请。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圣经读到此，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此时我们信息分享，要邀请我们本堂最有信心、最坚定、最勇敢的勇士邱信志长老，他要来分享面对生命的淬炼，面对生命的淬炼。等一下，在我分享之前呢，我们先邀请有2位姐妹为我们做生命的见证，为我们做生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聆听。第一位是信如姐妹，第2位是名家干事。我们先请信如姐妹。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我是信如，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在救世传播协会，也就是救传跟彭老师一起服侍的过程。那我个人非常有荣幸能够在彭老师还在世的时候跟他一起同工。那他是我所见过比台湾人还更爱台湾人的外国宣教士。他不仅仅是大家口中的彭老师，他更是我们同工口中的阿布。那我们救传呢有2个比较大家熟知的事业体，就是空中英语教室跟天韵合唱团。那我们的 slogan "A friend for life" 就是一生的朋友。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英文跟音乐做福音育工的工作。那我们很多年来呢，我们都是透过不同的活动包含了这个校园的巡回包含了路跑包含了我们的圣诞晚会，接下来在12月14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我们每一年都有圣诞晚会，还有我们的空音才艺媒体营，这是孩子的营会。那我们也有音乐的营会，就是想要学音乐的，我们都可以来参加。那透过这些营会呢，我们都希望能够接触不同年龄层的朋友们，能够将这个福音的种子能够撒在他们的心中。那彭老师他是21岁的时候，他放弃了纽约的音乐学院的全额奖学金，他从西雅图搭船来到遥远的中国，因为他在12岁的时候跟上帝立约，说他要去到中国，向那个千千万万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讲上帝的信息，他也就这么做了。然后呢，他当时在中国也遇到了国共内战，然后他就辗转逃到这个香港，后来呢来到台湾，他选择了大家最不想要去的，然后资源最缺乏的后山花莲来向原住民传福音。他每天呢都骑着脚踏车到深山里向原住民传福音。
然后彭老师是一个很敢于挑战的人，他就想说，那当时台湾呢，家家户户都有那个收音机，那为什么我们不用收音机来传福音，来用广播来传福音呢？然后他就回到美国去募款，然后买了那个机器很贵的，然后他也不会组装，他就自己组装，然后在花莲的家里面，然后组装。那花莲的夏天非常的热，而且当时也没有冷气。那我们知道录广播节目要很安静，对不对？他就把窗户全部关起来，可是真的太热了，所以他就把这个冰块放在那个窗户旁边，然后用电风扇吹，然后希望能够降温，可是没有办法，还是满头大汗。就是他录完广播节目之后呢，全身都是汗，然后他们就全部跳到那个屋前的游泳池去游泳。所以他就是这么，虽然很克难啦哈，但是他还是乐此不疲。然后有的时候他在广播节目里面吹那个小喇叭，可是那个花莲的交通很不方便嘛哈，所以有很多来宾到最后都还是没有出现，他就一直吹小喇叭，然后吹一整集给大家听。那花莲的原住民呢，为了要感谢彭老师的付出，所以帮他取了一个原住民的名字，叫做利百家，也就是山谷中的百合花。那彭老师也常常说他是花莲人，这样他就是一个这么爱台湾的人。后来呢，彭老师来到了台北，成立了就是传播协会。那当时大概是民国50几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台湾经济起飞嘛，所以很需要向外国人来做贸易。那彭老师就想说，那如果要跟外国人做贸易，英文一定要学好，对不对？他就是看到了台湾人的需要，所以他开始在广播教英文。这原本也不是他想的，但是呢，没想到这个广播节目大受欢迎。然后后来就是应听众要求，就是有做这个刊物，也就是大家后来所熟悉的大家说英语、空中英语教室，还有 Advance 彭蒙会英语。那大家学生时代应该都读过，对不对？好，那彭老师除了这个做广播节目之外，他是与时俱进的，所以我们后来就做了电视然后呢也网络媒体。然后数位媒体、手机，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都去尝试。那彭老师他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挑战新事物的人，他每一次都跟我们讲说，年龄不是问题，不要老是说我几岁，不能再做什么，就是在座的各位有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不要老是说我几岁，不能再做什么。我在圣经里面呢都没有讲过退休2个字，所以我的人生是不会退休的。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再为上帝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所以你看他50岁学潜水，90岁做热气球，所以他从来都不会觉得他人生几岁有任何的受限。然后我们在疫情之前，我们每天早上8点都有早祷会。那彭老师都是第一个坐在那个早祷会的会议场，然后他会自己化妆化得非常的漂亮，然后还会粘假睫毛，然后他就是为我们吹奏小喇叭。然后只要是身体允许呢，其实每一场的活动他都非常乐意的来现场跟所有的观众见面啦、聊天啦、拍照啦、拥抱啦。因为彭老师的拥抱是充满了热情跟温暖。那彭老师也非常的体恤同工吼，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假期，就像我们有一些恩典假，比如像是美国国庆日然后呢彭老师生日然后每一年的感恩节圣诞节我们都可以放假，很特别。然后还有一些意外的假期，比如说台风快要来啦，然后雨下太大啦，然后天气太冷啦，彭老师就会叫大家赶快回家。所以他就是一个这么体恤同工的人。然后有的时候他从医院看病回来的路上，他就会买他最喜欢吃的甜甜圈冰淇淋、巧克力，然后送给所有的同工。所以他真的是一个也是非常无私分享的人。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我们最感动的就是彭老师，他从来没有忘记他跟上帝的立约，就是他要传福音。所以在最后这几年，他逢人就会问说你拿到天国的护照了吗？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认识这个福音，认识这个信仰，有一天都可以在天上相见。好，彭老师其实他一生做了非常多的创举，可是他常常会说
不是我要做什么，是上帝要我做什么。所以他很谦虚，他也不高举自己，然后他也说爱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今年的8月6号，也就是他生日的隔一天，他离开了我们，那我们真的很舍不得。但是呢，我们也很欣慰，因为彭老师他真的脱去了身体的病痛，他回到天家，跟他的父母、跟他的手足、跟他的亲人，还有跟他最爱的耶稣在一起。所以我们很希望彭老师这个传福音的 DNA， 我们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那我觉得牧师请我来分享，也是觉得我们永光教会真的有非常强的传福音 DNA， 所以我们会必须也绝对会把这个 DNA 传承下去。好，然后呢，我很谢谢大家在我们前年因爱启程的音乐剧，支持我们到剧场去看戏。那这一本图文诗语呢，是当时彭老师出版的，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珍贵的照片，还有彭老师亲自写的诗词，还有他的签名。那我今天就要送给在座的一位兄姐。那我待会会问一个问题，好，然后就请大家举手回答。好，那信志长老要帮我选一位吗？好。那我就请兄姐来分享一句彭老师的名言，先举手，请举手。慧珍老师最快。爱是最重要的。对，谢谢阿妹。好，那就恭喜慧珍老师。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谢谢信如老师的分享。永光有好几位的家人都在救世传播协会担任同工，深受彭蒙慧老师的精神影响，就是传福音、爱台湾。我们可以效法彭老师的精神与使命，延续这份梦想，喜乐的传福音直到地极。家人们平安，我是小组跟培育的干事明佳。感谢神，在今年8月份，我进入新店行道会的卓越领袖神学院接受装备。在第一阶段课程中，我听到牧者们分享许多关于健康的教诲。当时我就看见神真的好爱永光。我们有天国的 DNA， 所以拥有健康的体质。阿们吗？我宣告，我们是健康荣耀的教会。健康的教会需要健康的圣灵工作。在永光培育学校的学员都会学习认识圣灵、领受圣灵、爱圣灵。潘牧师曾经分享，他问圣灵说：“培育学校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圣灵回答：“是他自己。”所以如果不向学员们介绍圣灵，那么培育学校就可以关了。我看见圣灵的工作带给我们信仰的活力与侍奉的热情。从2016年到今年的上半年，培育学校总共14届的154位毕业生，8年来参与在培育学校3营3班的学员，合计超过了1330人次。30组的成人小组铁三角培育参与率高达98%，小组的培育参与率则达到75%。有毕业生跟我分享，过去他在人前说话会感到紧张害怕，但在经过培育学校的操练之后，如今上台也不会紧张了，并且能够担任辅长，成为领袖。因为圣灵，我们经历生命的复兴与更新。神学院的老师跟我们分享，只要传道人是可爱的人，那么他的教会就会是一个可爱的、健康的教会。传道人包括小组长是健康教会的关键。我细细观察发现，永光的牧者和小组长们常常是面带微笑，耐心倾听，而且他们会记得会众和组员的名字，总是充满热情跟真诚。善意，还有发掘别人的长处，并赞美对方。我们是充满尊荣和赞美的教会，阿们。
在永光有活泼真诚的敬拜赞美，相信每位兄姐都可以感受到，在主日敬拜中，我们得着平安与安慰，所以鼓励我们准时的出席主日，参与在敬拜当中，因为这是庆祝耶稣复活作王的节日，当然是一个最快乐的时间，是我们不会想错过的。健康的牧者领袖加上健康的侍奉态度，所以我们有最优质的永光团队，阿们吗？细胞小组是一个小家，在小组当中可以感受到被爱、接纳和成全。目前永光共有39个小组，一周7天，教会内都有小组进行。小组是每个人都可以并且需要参加的。所以，如果我们当中的家人们还没有小组生活的话，可以赶紧来找牧师说：“牧师，我要加入小组。”健康的小组能让我们产生归属感和向心力，有属灵的同伴，使我们的灵命可以成长。所以，从2021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的 RPG 参与的人次就超过54000多人。在导读当中，从2023年到今年，我们的导读人次超过35000人次。我们拍手来感谢神。周牧师最近带领我们一句新的口号：来，幸福小组，去街头布道。幸福小组和最近热腾腾的街头布道以及圣诞手作布道，这些都是直接性的福音工作。光是8月4号跟9月29号2场的街头布道，我们就合计接触超过1893位路人，决志的人有461人。在上周呢，感谢神，我们有一位因街头布道来到主日聚会的姐妹，所以我们相信并宣告，会有更多人来到永光教会，阿们。间接传福音是透过服务性的事工来分享福音。感谢神，我们去年成立了新北市全人生命教育协会，能够服务社区，提供福音接触点，提升教会的形象，更可以提供会众侍奉的机会。这些都是我们协会所协办的活动。在卓神张茂松牧师分享，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不是能做10个人的工作，而是可以招聚10个人来完成100个人的工作。这让我想到，在马街150的时候，我们全教会动员完成了一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一连3天的聚会，服侍了至少6000人以上。因此，至今仍有许多教会对我们全员参与侍奉感到非常的震撼和赞叹不已。这是因为牧者领受圣灵带领我们接受健康的灵性装备，在培育学校中领受顺服的祝福，在主日和小组中养成了成熟的侍奉态度，在传福音中我们看见救恩的价值。我们同心合一，甘心乐意地为我们属灵的家永光教会尽一份力。我们要时刻维护好这里的环境，好让进来的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用心，敞开大门欢迎所有需要的人，让永光成为社区生活中心，照亮这地的光，将荣耀归于神。阿们。谢谢大家。谢谢。不论是信如姐妹她所分享的彭蒙慧老师她接受神的呼召来到台湾这块土地，一生为了传扬福音，透过了英文的教育，也透过了诗歌的分享，吸引了许多人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学习这样的心智，也要传承这样子的 DNA。
那接下来明家干事他所分享的，是个健康的教会。我们是属神的教会，我们也是个健康的教会。透过我们不断的我们在生命上的一个建造，以及我们外展的一个事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越来越健康，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复兴。阿们。我们再一次的掌声，谢谢这2位姐妹，也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神。我们刚刚谈到健康的教会，那我们希望有健康的身体吗？每个人都希望有健康的身体。那当你的健康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怎么办？而且是大问题的时候要怎么办？你应该怎么做？你能怎么做？其实很简单，不要把它当成问题就好了，那它就不是问题了。人生就是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像海浪一样，起起伏伏，我们随着我们的环境有起有落，有时候我们在山谷，有时候我们在高山之上，那这些就是我们真实面对的生命。突如其来的一个离癌的一个讯息，就像土石流一般，也像地震一样，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那面对这样子的冲击的时候，难免是有负面的一个思想，负面的一个心态。那这当中有惊慌，有忧虑，有悲伤，有多疑，点，这些都是。那也借着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为我的祷告，成立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小组 ，RPG 的小组来为我祷告。那这些都成为我，都支持我最大的一个力量，也让我有信心继续接受治疗。当离癌的时候，我到教会来，通常弟兄姐妹看到我都会说，我们每天晚上都有为你 RPG 哦，那看到你真好。我说感谢主，看到你们真好，所以我每个礼拜都要来到这边让你们看一下。借着这些的祷告、关心，我将这些都交托给神，也仰望神的一个带领。曾经也是跟神这么说，神你为什么要弃绝我？但是神告诉我，没有弃绝你，我对你的爱是永远不变的。是的，我们借着神不变的爱，以及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一切，没有任何的患难可以击败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灾祸能够打倒我们。反而我们借着这一些，我们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好，2年前我在演马街，所以我从马街的精神里面，至少我学到一个直球对决。所以我马街没有白眼哦，也没有黑白眼哦，所以就是直球对决。你有没有看到主任长老非常的抢戏，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他看着马街说：“这个外国番，真正做番呢，讲都讲不听，讲都讲不听。”除了主任长老这边，马街也在这边，角头也在那边，我们的角头啊，加油！不过他现在已经信主了，而且很棒，很棒，很棒。后来演马街的时候，还去读了神学院，真是不错。那直球对决，对那一幕就是马街带了一群人到蒙甲去要传福音，结果遇到了角头，他没有退缩，他没有退缩，他呼求神的帮助，他完成了他的任务了。他完成了他的任务了，所以我也采取
直球对决。既然遇上了，我们就怎么来直球对决。去年年初，因为我身体不舒服，背痛，所以我去双和医院挂了骨科。那看了骨科，医生跟我说，其实你的骨头还好，但是你的胸部 X 光不太对劲，赶快去挂胸腔科。那我就挂胸腔科，那照了 X 光，已经不用再照 X 光，就是他安排了做电脑断层的扫描。那电脑断层扫描，他就很结束之后有结果，他就很明确告诉我说，你非常疑似是肺腺癌，那你要留下来，你要住院，你要准备做一连串的检测，看看是不是已经扩散了。好，我那时候在想说，那既然我假如要手术的话，那我找大一点的医院啊，我找医学中心啊，所以我就赶快挂马偕的诊，那就去看马偕的诊。那时候还在疫情当下，那所以还要做那什么抽检等等。那我就住到竹围的马偕分院，那接受了全套的检查，住了1个礼拜，也做了组织的切片，确定就是肺腺癌，而且已经转移了，确定是肺癌。好，那有组织切片，那就开始去做基因检测。基因检测出来结果就是，那个医生跟我说，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就是你有标靶的药可以吃，坏消息是你真的是肺癌，那你要继续治疗。那就这样子。这个医生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他喜欢皱眉头。我要跟何医生说，不要有这样子的习惯，这样对病人的伤害蛮大的。那有一次回诊，你知道就是病人回诊要看检测的报告，那意思就是好像是学生要去领考卷一样，你知道吗？不知道考得好不好啊？那去就战战兢兢的，7上8下的，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有一次我跟太太去，然后她陪我回诊，那就进到本诊，门一开，医生说：“哦，不错哦，控制的不错。”我正要高兴的时候，他说：“等一下。”他说：“等一下。”他再看清楚一点，他边看那个电脑萤幕，他的眉头皱起来了。事实上，他也没什么发现特别的，因为他最后跟我说：“没错，控制的不错。”感谢主。但是他的皱眉头不止让我心7上8下，陪我去的老婆更是跟我说：“下次不跟你来了。”他说不跟我来了，因为再跟你来，我要看隔壁的心脏科了。他说不是，所以从那一次之后呢，我就带一个心脏比较大颗的跟我去，就带心脏大颗的带回去。那就持续每个月就回诊，然后就吃标靶药。当然这当中标靶的副作用爆发了。烂头烂脚，皮肤的症状，拉肚子，什么都来了，该有的都有。但是感谢主，这都有找到一个好的药、好的医生来帮我做控制，也做好的缓解。那当中我也去找了中医去做调养，所以3月就一直到现在。那今年的年初，我的标靶抗药了，该来的还是会要来，标靶就是会抗药，早晚，所以中午吃比较没事，因为早晚会出事。热膜积水了，那个礼拜我整个身体都不舒服，会喘。走着走着就喘了，那我记得是在总统选举的那一个礼拜，
那个主日我来当主席，所以我匆匆忙忙从家里走到这边来。那时候还是冬天，我全身都冒汗，很喘，超级喘。主日结束，那下午就回去。那我太太问我说：“我们去看急诊好不好？”我说：“好，那我们就去急诊哦，趁还没天黑啊，就是还在下午去，那就坐计程车赶快去。那一去，医生就安排检查，然后看我的 X 光。那看了 X 光之后，他看完了我的左肺，全白了，全部都是积水。他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以为是心脏，我想要拖到礼拜2我才回诊。”他说：“哦，你赶快来，而且你不能回去了，你赶快住院了，因为整个白了掉了，你积水，你呼不到气啊。”这个就是我，那就住院吧，那我就安排住院。然后这是我的标准配备。我只要去上洗手间，我就是右手要推着我的点滴架，左手要提着我的公事包。那个公事包就是我肺积水排出来的，每天排出来的那个肺的积水。所以我拍这张照，我叫我女儿拍这张照的时候，我说我是那个终极战士，就像一个战士一样。好，那也没有验到可以应对的突变的基因，就是没有标靶药可以吃了，那就开始化疗。所以我做了人工血管，那就开始化疗。5月的时候，我去学了气功，就是可以从根本来做一些调养，所以我学内省气功。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他在说，他是有理论基础的。有机会我再当大家特别分享这一块。那终究是2月到7月，总共8次的化疗，6次的大化疗跟2次的小化疗。那这当中呢，我那一位心脏比较大颗的那一位大女儿，她就陪我去住院。那8次几乎都是怕。那这个是好像隔天要期中的考试，那他拿着那个病人的那个小小的餐桌，他就坐在那边，在那边读书。也感谢主，也让家人这样子的一个支持我。所以我说他是大颗的心脏，就是大心呐，大心。除了心脏大颗，也很贴心，大心。那癌指数还是比较高，那怎么办呢？那我就问医生说：“医生，我化疗了好多次了，那我要化疗到什么时候啊？那我的癌指数一直高那怎么办？”他回答我说：“你就一直化疗，一直化疗，化疗。”等到有更好的药，那各位猜一猜，现在有没有更好的药？还没有嘛，因为要等到有更好的药，所以现在还没有更好的药。那你的癌指数呢？我们就继续观察，那就继续观察。看起来治疗好像遇到点瓶颈前方看起来好像没什么路了，但不是路的尽头。而是我们要转弯了，我们要转弯了。就在7月，神感动我，也感动我周遭的家人，说我们要不要去寻求第2个医生的意见，听听看其他的医生有什么意见。所以我们就透过收集资料、询问人，知道国泰医院有一个医生叫蔡俊明医师，他是从北荣，就是台北荣总退休之后。被请到国泰医院，他是肺癌的权威，那我就挂他的特别门诊，也就去了。他很仔细的看我的病历，过去的一些影像所照的影像，那给我的
建议就是你再做一次正子的扫描，那再做基因的检测。好，那就做正子扫描跟基因检测。那依照这样基因检测的结果呢，有，感谢主，有药，有标靶的药可以吃，所以我吃第3代的标靶的药。但是有一个小问题，这个药不便宜，而且没有健保，一颗不贵啦，不多啦，4000块。我1个月要吃45颗，各位数数看多少钱？18万。感谢主，神让我有工作，继续有工作，还能有经济上的收入。当然，我们有找到同样性质不同药厂，但是它是叫学名药，便宜多了。那也透过我们小组里面一个弟兄，他从国外买给我，所以还真的是恩典的药。那就继续吃药。那9月的时候吃了1个月了，抽血检查，医生说你要做更好的控制，你可能要再加打一个化疗药。好，那就打化疗药，那就安排住院。那住院也等了1个礼拜，都没有通知，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在10月1号，就是山陀尔台风来的之前，我打电话去住院中心，国泰医院住院中心说，我等了1个礼拜了，为什么还是没有病房？他说现在真的是护理师很缺工啊。那病房也开不出来，而且我们是以急诊为优先，现在急诊有20几个在等，我一听他快昏倒了，20几个，我等了1个礼拜了。我说我要化疗他说真的不好意思，邱先生，我们现在真的是没办法。那怎么办呢？挂完电话，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向神求。我哭着向神求，说现在怎么办？神，你一定要帮我预备。果然，不到1个小时之后，国泰医院打电话给我了。国泰医院住院中心打电话给我说：“邱先生，现在刚好有一个双人房，你要不要来住？”我说：“要，当然要。”哇，神就是那么的奇妙，他的安排就是那么的奇妙。我本来向他求的是健保房的，他给我双人房，哇！而且隔天更棒，原本假如住院，然后隔天要出院的话，我要花半天去做出院，然后要花掉半天的休假。那一天，隔天10月2号，台风假。而且那天风和日丽，大家还记得吗？所以我就很平安的出院，也不用上班，就回到家里了。这真是恩典的病房啊！国泰医院没有一个叫恩典的病房这是我取的。所以神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而且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而且是在我们能力跟人的软弱上可以显得完全。这个人包括我自己，包括病院，包括医生，医生也是受限的。然而现在神的爱带着我走过每一天，我软弱，但是我变刚强。我喜乐也代替我的忧伤。当然，化疗的时候，我知道化疗其实它不会有当天有不舒服的反应，其实大概都要2、3天之后，
会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就是让你感到不舒服，甚至疼痛。所以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祈求神，你来帮助我，你让我减轻这些不舒服的感觉。而且这样的化疗大概到1周的时候，身体的白血球会降到最低，是你最虚弱的时候，甚至有时候痛苦到心里会沮丧、痛哭。不过神有垂听我的呼求，圣灵也安慰了我。就像诗篇22篇24节他说的，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们掩面不理。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了。阿们。神给我4帖药，第1帖药西药，就是我现在吃的标靶药、化疗药。那有中药，我去看一个专门在治疗癌症的这一位的中医的医生，那继续在服用当中。第3，我说我练气功。这个气功呢，我每天5点半起床，我练完气功，我才去上班。这个气功很特别，我是气功加 QT， 气功加 QT， 因为它其中有一个动作啊，我现在是1只手，它是2手向上，这样子吸气，就是把氧气最大化，让身体运作。所以当我这样举手向上的时候，我就说：“圣灵，我渴慕你。”连续3次，圣灵，我渴慕你。再来呢，再举起来，圣灵，我邀请你。就这样做，做完之后开始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然后聆听神给我的声音，他给我的提醒。所以这当中就是我的4帖药。我突然间回想起来，我马街那位主治医师跟我讲的，要等更好的药。哦，我们期待的不就是神医治的大能吗？我在等这个，已经在开始了。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是啊，我在等候耶和华，我在等候我可以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因为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他是全能的神，它包括了自然跟非自然。超自然，神也用这句话感动我。他说：“先受苦的人可以用自身的经验帮助别人。先受苦的人可以用自身经验帮助别人。”所以，当我现在看到教会里面有可能罹癌或身体不舒服的人，我特别想要去关心他，想要去陪伴他。我希望用我自身的治疗的经验，以及祷告，来建立他们的信心。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没有任何事可以让神的爱与他隔绝。神还是照顾你的。哥林多后书1章4节，他在我们一切的患难中安慰我们，并叫我们能用自己从神所受的安慰，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有这样子的经验，我们也同样以这样子来关心别人，我们也去安慰人。因为神安慰我们，我们也去安慰其他的人，也让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能够继续的往前走。
神会无缘无故、平白无故的降下灾祸或灾难、患难在我们人的身上吗？为了要打倒我们，为了击倒我们？仔细想想，他没那么坏心呐，也没有那么无聊。他其实就是渴望我们的生命被淬炼。这个淬炼的过程就是去腐存精，就是我们身上有不好的思想、不好的行为、不蒙神喜悦的事，那这个部分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机会，能够去除了，也能够补足我们能力上的一个欠缺，使我们能够有健康的身心灵，在未来可以越来越健康的服侍他。所以神的修剪，它并不是为了要伤害我们，而是要建构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经过了试炼，必纯如金金，比999的金还要黄金还要纯。这是神在我的身上他的心意。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为了是要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害怕这一些的试炼或一切的患难，因为他会扶持，他会医治我们，并且借由这样子大大的扩张我们的信心，也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境界、我们的眼界。我们一起来读京剧华语的部分。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我们再更有信心再读一次。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哥林多后书12章9节。2个礼拜前，我去到新竹拜访一个客户，那个客户很久没去了，那个地方我很久没去他在清华大学里面，他是一位博士，他专门做癌症细胞的分析的。他设计了一个东西，他可以用这样子来分析癌症的细胞。那跟他谈着谈着，我也跟他分享，因为我有2、3年没有去了。我跟他说，其实在这1、2年发生了许多的事，我也得癌症了。他吓一跳，下巴快掉下来了，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我。你怎么这样就说出来了？我说是。那我大概跟他解释了一下，说明一下整个的过程。那最后他只跟我说这句话，前半段，他说：“你是带着天命来的人。”他说他假如是遇上这样的事情，他早就崩溃了。他自己还做癌症细胞研究的呢。他说：“你是带着天命来的。”我怎么回应他？我说：“我是带着神的使命来的，而且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是的，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他必有他的安排跟他的美意。所以我现在要带着乐观、正面、有盼望，倚靠神，继续向前行。最后分享一个小故事，在法国的一个偏僻的一个小镇，有一个喷泉，还蛮灵验的，就是许多人会去那边寻求一些帮助。那有一个刚好一个断腿的一个士兵，就走往前去。那这些证明看到他，就切切的私语说：“
他是不是来求上帝给他重新再长一条腿出来啊？那士兵听到了，断腿的士兵听到了，就回过头来跟这些人说：不是，我不是在求上帝让我重新再长一条腿出来，而是我在祈求上帝，让我在失去这一条腿之后，还能好好的过生活。我们要去学习，我们要为了失去而感恩，我们要接纳失去的事实。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了，只能往前走了。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光彩，活得更有意义？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好，那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云上太阳》。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我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啊，它不改变。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虽然小雨洒在脸上。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主耶稣，你就是那个爱，你就是那永恒不变的爱。我们在人生中所遇到的任何的困难，遇到任何的难题，唯一的答案就是基督是爱。借着你不变的爱，以及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这一切，任何的逼迫、患难都不能压制我们，也不能胜过我们。我们靠着你的爱，我们能够克服这一切，我们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你的爱就像那云上的太阳，虽然偶尔我们遭遇了环境，洒下了霞雨，但是我们知道神你的爱永远都在。我们的爱会改变，但是神你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也求神你让我们学习彭梦慧老师他这样子的坚定传福音的信仰，
这样子的 DNA 深植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我们为了主的福音，我们奔跑在天路。我们也期待我们的教会能够借由每个人都参与这样子的生命的建造，而且外展的一个服事的事工，让我们教会能够越来越兴盛，越来越健康。感谢主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赐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所做的事工都能蒙神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各位兄姐平安。今天奉献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我凡事跟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其实奉献不只是拿出金钱那么简单，很多时候也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付出，是我们用心去关爱别人的过程。约6年前，我们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太太的2姐住在云林，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没办法继续抚养她的小孩。最后，我们决定收养这个孩子，让他成为我们家庭的一部分。这真的是不容易的决定。抚养这孩子需要很多的金钱，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心理上的挣扎和压力。特别是如何让这个10岁的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爱。尽管经历了这么多的挑战，我们却发现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我们常常告诉他，神很爱他，就像我们爱他一样。神让我们走上这条道路，是希望他能够感受到真正的爱。我们也在这过程中体会到了更深的爱。6年的过程当中，每月的金钱奉献没有中断，神也祝福我在有个稳定的工作。奉献其实很多的方式，上帝让我们这个家成为爱的桥梁，透过我们的家把爱传递出去。希望我的分享能让大家明白，无论是用什么方式，只要我们甘心乐意的付出，就是一个美好的奉献。阿们。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一起来奉献。请。今日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送情的灵，
众请坐。事工分享，我们请林主恩长老来分享。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先来看一段影片。嘿，永光社区平安。Yes, hey, Eli Church, we send you greetings. We are so blessed to have your pastors here, Pastor Samuel and Christine. We are so blessed that they are here with u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yeah, we have a great time together. We miss you, and we are hearing amazing thing about what the Lord is doing at Eli Church. We're sending you all of our love from the Netherlands. Greetings and blessings. Amen. 感谢耶稣，很开心牧师到这里，我们一起有很好的时光。那我们也听了很多在永光发生的事情，就觉得哇，很感恩，就是知道神也在动工，所以非常开心，也很期待再跟你们见面哦。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牧师呢，已经出到国外有1-2周的时间，非常的想念你们。也听到每一个同工人在教会里面有很棒的服事，神要继续祝福在我们的永光教会，大家带出荣耀。很快的我们就回家跟弟兄姐妹们见面咯，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蒙福，感谢主，阿们。对，感谢主带领我们能够这一趟的马丁路德之旅，我们有很多的感动，想回家跟大家分享。我相信神继续会带领我们永光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更经历神更大的恩典跟能力赐福，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拜拜，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拜拜。好，接下来我们来事工分享。首先本周导读的主题是更新，那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引言，请。更新是指重生成为新造的人，灵命日新又新，满有基督的身量。好，我们再一次跟大家报告，就是10月6号我们的和会选出2位长老跟4位执事，2位长老是陶永伟长老、胡丽娜长老，任期是4年，然后执事是李之和执事、周志豪执事、陈崇文执事、何佑神执事，任期也是4年。好，这个礼拜结束之后1点在副堂，我们有幸福小组的备课，请副长记得要参加。2位牧师已经结束了国外的研习，目前是陆续探望旅外的弟兄姐妹，目前是在阿姆斯特丹，刚刚有看到那个影片是在大卫牧师以及君玉师母的家里面来参观顺便参观河流教会。那10月23号到29号，牧师会前往英国伦敦。探访环宇牛津的卷全家，请大家为牧师的行程平安来代祷。牧师出国这段期间，如果有紧急重要的事情的话呢，可以联络代义长老国斌长老以及赵明长老，那也可以联络小会员的长老。好，接下来我们的这一期的幸福桌游，我们的6636的提名，总共目前认领的名单有1061人。那就是6个名单，每一个小组提出6个名单，然后6天 RPG， 总共可以为他们祷告36次。那请各个辅组继续的为这些名单来祷告。好，那周6的社区舞班已经开始报名了，每个周6下午1点半到5点，欢迎国小以上的学童来参加。要报名的话，可以联络会宴干事。联合圣歌队也要即将开始，在11月2号晚上的7点半到9点，在3楼的主堂准备要开始为了圣诞节的歌曲献诗来练习，请有空的兄姐也要踊跃参加，一起参与这个圣乐的服事。好，另外就是我们要召开在11月3号礼拜结束之后，我们要召开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年度大会。那发起人等50名的会员，请于礼拜后要出席参加这个会员大会。好，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今天的下午3点，在3楼的礼拜堂举行一个学生联合音乐会，是玉秀老师跟新田老师的学生要举办一个音乐会，那也请弟兄姐妹可以拨空参加，非常的精彩哦。
好，那另外就是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弟兄姐妹肢体有软弱的，我们为他们来代祷，有吕素英姐妹，然后吕苏丽清姐妹以及叶志贤弟兄，这个是叶宏宇的父亲。好，那另外就是今天有2位新朋友，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位陈美心姐妹，还有在吗？哦，先离开了是不是 ？OK， 好。那另外就是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位石天敬弟兄的告别式，那今天他们的家属有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刚好有位姐妹，就是他们的家族也算是新朋友，那我们可不可以请石雅梅，然后石雅文，还有吕世刚他们家属来答谢大家。那另外刚好那个姐姐是石雅梅嘛，那我们一起再一次热烈的欢迎姐姐石雅梅姐妹来到我们的当中。好，那我们待会就是有迎宾的团队会给你一个小小的礼物，然后顺便帮你介绍教会。OK， 好，那我们这个时候请弟兄们，我们起立，我们彼此来祝福，用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身边，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我们看旁边的。向左向右转。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这个时候我们仍然站立着，我们请信志长老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但愿那是盼望的神，因着信，将诸般的平安喜乐充满在你们的心，也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阿们。